政府早前公布新界北新市鎮發展建議，發展局話優先發展香園圍一帶，係考慮到嗰區現時已經有基建，而新界北新市鎮以私人住宅為主，日後可以按需求適度調整公私營房屋比例。梁柏希報道。新界北新市鎮重點規劃口岸經濟同新興產業等，其中206公頃優先發展區利用香園圍口岸嘅優勢，發展商住區、企業園同大學教育城。其中建議喺香園圍發展食品產業。發展局常任秘書長何佩玲話：政府希望把握契機，將文錦渡口岸嘅食品檢測設施搬到香園圍。包括咗我哋第時都會將個屠房咧同嗰個食品嘅檢測設施搬埋一齊啦。我哋又會預留一啲土地做一啲食品冷鏈嘅設施啦，有一啲多層嘅大廈可以做一啲即係比較現代式嘅耕種，一啲即係水耕嘅農場啦。政府預計新界北新市鎮將會提供超過15萬個住宅單位。何佩玲話會視乎日後社會對房屋嘅需求，適度調節公私營比例。政府傾向喺嗰區發展私人住宅為主，同時有商業設施。譬如包括咗零售啊，可以提供一啲即係譬如個人理財服務啊，一啲醫療服務，俾一啲即係過境嘅人士啊，吸引譬如內地嘅人士落嚟咧，接受香港即係呢啲咁啊服務之外咧，我哋咧都希望咧喺嗰度咧打造成呢一啲即係比較有活力嘅社區啦。立法會議員盧偉國都認為，政府發展新界北新市鎮嘅時候，唔使緊跟公私營房屋7:3比嘅方程式。未來公屋嘅建設咧，其實土地基本上佢哋已經揾到晒，咁啊甚至乎咧仲有一啲咧係可以預留一啲比較充裕嘅額外嘅土地添。所以喺咁嘅情況之下咧，喺北都嘅發展咧，更加係需要咧係按呢個產業。因為產業帶動嘅話咧，咁啊產業咧所需嘅人力，然後需要咩居住空間咧，從嗰方面考慮咯。盧偉國又認為新界北採用片區發展模式係實事求是嘅做法，話本港過去有成功嘅公私營合作項目，相信政府會考慮呢個模式。Now TV 記者梁柏希報導。